Hello，我係 Sir Lam。你有冇發現咧？有啲人讀書做嘢，好似越做越有精神嘅，但係有啲人一開始做嘢咧，就已經覺得好辛苦噶啦。目標一定就想即刻見到成果，成果未出做到一半，又走神，又焦慮，又想放棄，最後問自己：我係咪唔夠自律啊？嗱，其實唔係噶，好多時問題唔係你唔夠努力，係你同件事之間仲未建立到一個合作嘅關係。你只係想要結果，但未進入呢件事裏邊嘅，你只係逼自己做，但係未揾到一個適合自己本性嘅做法，所以做事成日都變咗做苦差。嗱，呢一度咧，我哋可以用 LESC2 拆開嚟睇嘅。根據 LESC2，一個人嘅個性係由外在本性同埋內在嘅本性結合而成噶嘛。外在嘅本性會影響到你點樣開始一件事，外在本性影響到你點樣長期留低。所以同一件事，有人覺得好興奮，有人覺得似坐監，一啲都唔出奇噶嘛。有 L 本性嘅人最怕冇結果、冇效率、冇掌控嘅感覺，佢一做嘢就想快準見到成績，所以如果做咗一排冇成果，佢心入邊就開始煩躁，搞咁耐都冇用，係咪浪費緊時間㗎？佢需要時時刻刻見到方向同埋戰果，先至有動力繼續㗎。嗱，有 E 本性嘅人最怕悶啦，冇反應啦，冇新鮮感，一開始好有火嘅，3日之後冇人回應，冇人俾 like，冇人活動啊，咁樣成個人即刻熄咗機。佢需要嘅氣氛回歸，節奏感，先至覺得件事係好有生命力，先至覺得呢件事裏邊咧，佢可以揾到樂趣嘅。有 S 本性嘅人做事好容易先顧到合作嘅人，人哋急佢幫，氣氛唔好佢調節，大家唔舒服佢讓步，搞到最後自己個目標反而擺喺另外一邊。佢唔係冇能力，佢係太容易將關係同埋安全放喺事情進度前面，本末倒置。有 T 本性嘅人最怕就係唔清楚啦、唔完整啦、唔夠好。未開始佢已經想揾齊資料，未出手佢已經改咗3次計劃，未交功課佢內心已經開始咗幾次嘅審稿委員會。佢唔係唔想做，係佢太想做好，所以遲遲唔敢開始。開始咗又一路做一路諗。嗱，所以做事痛苦唔一定係你差，好多時候係你用錯咗方法去幫自己加油。L 需要睇到成果， E 需要有反應， S 需要有安全感， T 需要做得啱嘅清晰感。所以如果你唔完全了解自己嘅本性，只係識得逼自己捱啦、捲啦、死頂啦，咁呢件事好快就會由成長變咗做對你嘅折磨。真正嘅高手除咗特別捱得之外，仲識得將一件事慢慢變成自己可以投入、可以享受、可以長期做落去嘅關係。你唔係只係完成工作，你係要同學習建立關係，同工作建立關係，同人建立關係，同自己嘅天賦建立關係㗎。想知道自己適合用邊種方法做嘢，可以用 LESC2 本性組合解碼測試。測完唔係為咗貼一個標籤，係為咗睇清楚你點樣開始一件事，你點樣卡住，你又需要咩嘅條件先至可以由苦差慢慢走向享受，揾到適合自己本性嘅方法，你先至有機會將痛苦嘅付出變成真正有福利嘅成長嘅。我哋下次再傾。